第三项，了解历史真相是第一要紧。打到228大屠杀是打狗人真要紧的历史记忆，嘛是历史创伤。现此时高雄市立历史博物馆，县就是高雄市政府，就是大屠杀其中主要的地点。所以咱爱来这个所在，了解永过捌发生啥物无公义的代志，了解咱台湾人的生命史，思考咱未来的路要安怎行。当咱得到自由、民主、人权，就要转来了解历史，不时思考，避免这款悲惨的代志搁发生。嘛爱每一天纪念受难的人，互受害者的亲族得到安慰。搁较要紧的，咱爱徛伫受难者的语文、历史观来记录、认捌这的历史，教育咱的时势。未来这款普世价值才通维持落去。请大家同齐来做，为家己做起。